有大哥，成功，我隔離有一個哇14又係呢個粉腸腸，死人頭啊你！咁渣啊！咩啊？連死都未死就話渣？係啦，呢個特別嘉賓係指點我玩嘅，因為佢係玩呢個嘅高手之中嘅高手。啊！講一句聲俾觀眾聽啊！就係啦，佢最勁嘅特技就係你路有手是未有啦，你路有啦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係啦，佢中意講嘢。我唔會跌落去嘅，我唔會跌落。歐陽神功好傻嘅，佢嗰啲片都係假㗎，唔好信佢啦。觀眾人數330幾個人。嚇？係啊。咩啊？夾埋有330幾個人。而家喺度睇你視頻嘅。而家喺度睇你呢個有300幾人。唔係，而家係夾埋。哇！正喎，好多嘢。好多人睇我啲片 ，unbelievable！ 歡迎嚟我嘅頻道介紹片啦，我係歐陽成功啦。係啦，唔知點解我連一條友都見唔到。哇！鑽石蟹，呢場我玩得最勁。關咩事？點解要咁對我？點解要咁對我？點解要咁？哎呀，我殺咗前個友。點解要咁對我？點解要咁對我？點解要咁對我？因為你傻咯。哇！唔得啊！我會俾人踢出呢條。點解會死咗㗎？哎呀，我要傻逼啦！我玩多場，打牌仲幾多分鐘？2分鐘啦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嘅朋友。哥哥啊！人啊！佢係我表哥啊！然後我 YouTube channel，我觀眾人數有好多啊！係咩咁渣？我都10萬啦！邊會有可能可以過10萬？點解你哋貼牌我都見唔到嘅頭先？我真係傻逼啊！各位觀眾們，加我 WeChat 啊！你知道佢 WeChat 密碼咩？肯定唔知啊！2108239878。人哋聽到你，人哋加你有幾多千蚊？嗱，你加係可以嘅，不過你加多啲啊，係咁叫你個朋友宣傳下，跟住佢嘅 WeChat 就會爆喎。你講慢啲啊！你 WeChat 密碼係咩啊？關咩事？邊個掟我電雪球啊？條友仔！咦？有人想打？仲未瞓覺？咩啊？超級變聲法！歐陽成功，仲未瞓覺？你條友仔接受我情報，哇！佢仲開緊相，耶！友仔接受我條情報，全都怪我，我是什麼？拜拜。
我見到阿軒嘅頭啊！真的快樂，為什麼我還是時間？他是大陸人，千祈不要加他，因為他說普通話。係啦，唔好加佢啊！佢講普通話嘅，你聽唔明。不過佢同時都係香港人嘅一部分。佢又識仲又識哇！佢又識香港嘅話，又識大陸嘅話。唔知道。射中，你勁啊！劉德峰係神箭手，唔係歐陽成功係神箭手。你講咩來啊？廢豬講咩來？學 T 準，跟你拼啊！跟你拼。哇！雪球。救命！好，陳你開聲，觀眾朋友們，我介紹你哋聽首歌啊，《煙火》係冇聽嘅，哇，好聽，《煙火》超級正我唱俾你哋聽啊，聽我好聽之後，雙雞。咩雙雞？俾你個手只要訂閱我就得㗎。呢個就係煙火啦。小明係個傻仔，快速教爆你個撚仔。點解我冇拍片啊？佢哋神咗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。你壓我係咪？死啊！救命啊！我冇呃你，係你自己呃自己。你死啊你！咁飛喺度。Bye bye, see you tomorrow. 天咩？天條把鬼啊！我見到條片。OK。J 寫咗字都有個限度啦 ，J 有冇搞錯啊？你玩嘅。各位觀眾介紹一首歌叫《屁火》。我的心中有我的事，就要你的時候。我的世界你沒有聽見，我已經沒你的噩耗。如果你時間一擁抱，你的世界好有榮耀。我的時間你有一回，我的時間飛，我的世界裡的深空，我的煙火，這個主張好好聽。我的世界你沒有擁抱你，為什麼我見不到人？你會有用真是有就不要的，我只是小女子傻的，小兵是傻的，小兵是傻的。
知啊！屌你！拜拜，贏咗啦！咁快，極速破案法。好啦，咁今集就完啦，拜拜。